很安静哦。对，我喝错了。然后妹妹的声音很酷很自然，你是自然的，你比较自然。他们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他们比较，他们长大了。长大真的感觉不太一样。然后昨天才刚刚跟图腾表演完，就有朋友认识我的话，我是图腾乐团的主唱哦，不要怀疑。对呀。然后，全色色，最近过得比较好，我们都吃牛排，不太习惯拿筷子了。去洗澡了。好。那图人虽然现在有另外一种发展，就是没有发展的发展，就是跟唱片公司的合约结束之后没有续签这样。然后他鼓手现在在马子嘎乐团里面打鼓的，然后自己，对，他就是啊，不要怀疑，对，我们图的很优秀，到哪里，我们到哪一个乐团，我们都得金曲奖。今天图腾，但是图腾合起来就不会得奖。奇怪。不过，即便没有公司啊，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说啊，就是我们不为了什么，就是一年还是要聚在一次表演的。然后我觉得那是很纯粹的，就是像以前刚玩团那种热情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，也不为了公司，不为了表演，我们的表演真的。不太像表演，像聊天，所以讲太多话了，所以沙哑了啦，真的，对，不用我喝酒，止痛，太痛了，对不对？